昨天備料備一整天。哦，規工安尼哦。係啊。支援陽中心服務處的志剛媽媽，30日一透早5點也未到就起床，來到服務處無閒咧煮糜，而糜內底主角是來自農民好朋友陳朝明的菜頭園大豐收所來。服務處除了將白玉蘿蔔發送給民眾，也特別料理出2000碗菜頭糜，給民眾排隊領取。我的好朋友陳朝明菜頭園白玉蘿蔔大豐收通知叫我去採收啦採收回來分享給大家拄我佮再來煮着這個菜頭糜來分享咱大家啦發放的對象無限制。只要你若來，一個人就當領2碗，所以咱固定過去若高麗菜大豐收，咱就煮高麗菜糜，甲大家分享。進菜頭大豐收，所以就煮菜頭糜，甲大家分享。這個愛心的工作，咱陽忠城服務處每個月持續都咧做啦包括咱每個月第一禮拜六愛心便當跟物資的發放，也都持續每個月都在做所以希望會當引起咱社會的共鳴大家共同來參與這個好事。一碗碗燒燙燙、香公公菜頭糜，不只是食溫飽，更是對着農民實際相聽。支援陽中心用行動傳起農民志剛甲市民的情感，也讓這份來自土地回饋，在寒冷的冬天持續傳達溫暖。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